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米米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就會用4個月嘅時間去儲2萬蚊。咁上個月呢，我就儲咗5000蚊，睇下今個月可唔可以繼續 keep 住儲到5000蚊先。呢一本係我嘅存錢本，咁我就分為7個部分：固定儲蓄、旅行基金、娛樂、寵物金、購物金、副業收入同埋一啲備用金。而另一本主要係放我嘅餐飲費，固定每個月大約1500蚊左右。扣除家用，我今個月嘅生活開支係7500蚊，即刻拎5000蚊出嚟儲住先。上個月好成功咁樣儲到5000蚊啦，依家呢個固定儲蓄入面就已經有1萬蚊啦。即刻睇下我今個月嘅生活開支點樣分配啦。啱先提到我嘅工作收入扣除家用之後有7500蚊，扣除儲蓄5000蚊，我嘅可用開支就係2500蚊。呢2500蚊我就會主要分為3個部分。首先就係交通費。預計今個月會返工22日，來回2程就20蚊一日，即係大約440蚊。假日出下街就當80蚊，咁即係我今個月嘅交通費大約有250蚊。本身仲有個電話費60蚊，但係今個月嘅電話卡餘額仲有錢剩，所以今個月係唔需要再增值。而我因為訂閱咗 Google One， 每個月需要繳交78蚊。咁交通費同埋 Google One 嘅訂閱費主要都係由電子去支付。你可以見到我嘅交通費同埋 Google One 大約已經支出咗600蚊，所以我剩低嘅可用現金就係1900蚊。啱先提到我每個月嘅餐飲費係1500蚊，而剩低嘅400蚊我就諗住放200蚊喺娛樂度，因為已經知道今個月會有一日係會同大學同學一齊出去食飯。咁另外嘅200蚊我就會用嚟做節日嘅使費。就例如今個月嘅聖誕節去玩嘅開支，但係以我嘅尿性，我諗今個聖誕應該都係唔會出遠門，所以如果最後冇去玩嘅話，就會將100蚊放喺寵物金度，準備幫屋企嘅寵物買糧食、用品等等。而另外嘅100蚊就會做備用金，有時我都會有補習嘅額外收入，每個月至少會補2至4堂，所以補習嘅收入至少都會有240蚊或者以上。咁而呢啲收入呢，我都會放喺備用金嗰度，等之後有需要嘅時候就會喺備用金嗰度再做一個資金分配。因為我係11月中先至開始規劃呢個儲錢嘅計劃，參考翻我11月尾最後一個星期嘅膳食費，大約係300蚊左右，但係都計寬鬆少少，每個禮拜350蚊。咁我每一日都會喺銀包嗰度 mark 翻低我早餐、午餐、晚餐 total 用咗幾多錢，而每一日剩低嘅錢我都會放喺相應嘅袋入面，最後先至會再放喺備用金嗰度。今個月嘅餐飲費係1500蚊。咁第一個禮拜我就預350蚊，而第2個星期我就會預計存入300蚊，因為我會有200蚊去咗娛樂嗰度。第3、第4個星期都係350蚊，而最後一個禮拜得返3日，所以就係150蚊。咁樣每一日就會有50蚊嘅膳食開支，最後每個月嘅結餘我都會存入喺備用金入面。咁我依家就即刻將200蚊放喺娛樂嗰度先。每個月尾我都會再回顧翻我嘅預計支出同埋實際支出有冇出入。膳食費呢度我已經每個星期都寫好晒，去到禮拜1嘅時候我就會將相應嘅卡放喺銀包嗰度。想知我點樣喺唔自主嘅情況之下可以做到50蚊一日而又唔會餓死自己呢？即刻訂閱我嘅 channel， 撳鐘仔等我出片啦！